想不想学客家话？想，学了你就要记住，要会用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不然爷爷奶奶又听不懂你说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丢脸。陀衰年。衰年。这个呢？厉害。脚牙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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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什么？太阳。逆条。逆条。这个是什么？不开心。打木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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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呢？作对。打反告。打反告。就像你天天跟我打反告一样。打反告。这个什么？花生。体条。体条。这个呢？打败。上婆马。上婆马。我上喜啊。这个呢？嚣张。老临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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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妈妈，这个是什么呀？你说这个是什么？拳头。早用耶。早用耶。抖音。